佛祖家有一个87岁阿嬷来往生，伊的查某囝是伫个镜头前艰苦流目屎，讲伊的妈妈予大水淹死了，代替还阁伫个厝内底，希望赶紧甲妈妈抓出来。我妈妈被水淹没了，走了，尸体还在家里。伫咧镜头前讲到家己的妈妈，都挡袂掉艰苦甲流目屎。箱里面还有冰箱，还有那个食品哈，对，还有香烟，什么都毁了哈。阿桑的心内情不足，花莲光复乡马大安溪邦山湖药楼，大水灌要去砖头内底，互真侪人碰见伤亡。大平佛祖家一位87岁姓周的阿嬷嘛不幸过身，平房毁了，然后旁边的那个房子也流走了。警察单位赶快联系我们，把我妈妈的大体拿出来。大水拼倒来速度真紧，甲妈妈淹死，连尸体拢还阁吊伫咧厝里等人救。啊，那佛祖家现场救援行动阁伫咧做。上边啊，迄个啦，上边啊，迄个，我有法度拖嘛。哎，你讲下骹铁门啊？我铁门未拖，铁门规拢差点拖来。一位查某人吊伫咧3楼，前一天大水来伊时，1楼拢叫淹过，铁门开去走袂出去，消防队来才顺利甲人救出来。慢慢行，慢慢行。我看到这有水嘛？无水啊！你等下慢慢行。花莲光复乡大水，一天来着互真侪人过往，阁有真侪人失去联络。各单位未来到灾区，拢希望赶紧找到碰见的民众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